大家好，我係 Water 阿水啊。今次大寒假期帶團友嚟到長江三峽，我哋由武漢玩到重慶，中間會入住上年9月首航嘅美維海船。先帶大家睇睇我哋公司為大家精心安排嘅房間。房間入邊有可以自己調校嘅冷氣啦，水煲，2樽礦泉水，每日都會更新嘅。呢個係雙床房，細心嘅安排，連插頭都會有 USB Type C 嘅充電線。我哋公司亦都安排咗豐富嘅果籃，送俾每一位登船嘅團友。我哋再睇埋房間裏面嘅浴室，浴室光線好充足嘅，乾濕分離嘅。房間嘅優勢當然係可以舒舒服服坐喺露台嘅位置。除此之外，船上面仲有好多設施㗎，例如行政走廊，大家可以一邊飲嘢一邊欣賞風景。餐廳嘅空間都好闊落，好多位置，仲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同埋功能室，可以供應到俾大家各種嘅需求。我哋大寒假期都保證俾團友可以參觀到美維海船號嘅船長駕駛室。上船之後會有一個船長歡迎儀式，同埋欣賞船上面嘅文藝表演㗎噃。大寒假期嘅團友喺度享用緊早餐，提升 VIP 餐廳熱食嘅糕點，有沙律，唔同款式嘅麵包，有特色嘅窩窩頭，現煮嘅紅燒牛肉麵啦。而家我哋就去體驗下三峽嘅升船機，成架船好似坐電梯一樣咁升上去啊！長江三峽郵輪嘅旅程當中，我哋公司亦都有一個保證，就係全程安排粵語導遊，為團友細心講解介紹每一個景點。我哋而家正在經過嘅係巫峽，仲有渠塘峽啦，人民幣紙幣10蚊背面嘅圖案，同埋三峽之巔。參觀完景點之後，返到船上，晚餐已經準備好啦，仲有好多嘅熱食安排俾大家。到咗船上最後嘅一晚，仲會舉行船長嘅歡送晚宴，嚟睇下團友玩得幾開心。今次長江三峽美維海船號之旅呢，暫時告一段落啦。我哋會繼續我哋嘅旅程，下一站係出發去重慶。